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事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第37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使徒行传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们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时候，请本堂游牧师来传道，题目是借着祷告而成长，借着祷告而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的恩典够用，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能，也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你。特别透过祷告，明白你的心意，照这样遵行，成为蒙福的人。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你真理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真的是顺服照你的话语，将这样的一个福音传遍地极。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个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从台北木栅文山长老教会来，与我们一同的敬拜，对不对？骆牧师带领这些弟兄姐妹3台游览车他们做野外礼拜。感谢主这个文山教会也是牧会的第一间教会当传道的时候就派到文山长老教会，所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亲切那这当中也有我们秀梅姐的亲人爸爸金波兄对吧？还有她的姐妹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同心合意的敬拜祷告是多么的棒那牧师要透过这段经文信息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3月。我们的讲道主题是追求灵命的成长。还记得牧师在第2个礼拜所讲的吗？透过这样的一个神人关系的建立，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如果沟通的管道有阻塞了要怎样？要通一通了那如果不饶恕，我们的管道就不会畅通所以就要祷告让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跟上帝之间的管道要畅通。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学习真理而成长，那传道借着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初信到长大成熟，从属灵的婴孩一直到什么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是从小拇指
开始牧师把它倒过来看，你们都还会不会记得啊？最后是什么？要什么样？默想要默想上帝的话，然后过来呢，背诵要背诵上帝的话，还要中止查考过来，我跟你电脑病恁都拢袂记还有呢，我们只是阅读，最后第一个开始是什么？听嘛我们来听所以从听、从阅读、从查考、从背诵到怎样默想，让我们能够学习上帝的话语透过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学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说要满有耶稣长成的什么身量，就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提到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目标或者是管道，让我们跟上帝之间可以更加亲密那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透过祷告，上帝如何将他的心意传达，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牧师用这一段经文，就是彼得他本来是一个头脑点空空你知道头脑很硬的要改变不容易，特别是在传统的教会有人说在长老会因为我们的历史最久，对不对要改变不容易，特别是彼得，他身为一个使徒，他说哎呀，福音这个救恩只给谁啊？只给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份。但是上帝透过一个异象，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给他一个异象，然后有一些洁净的，有一些不洁净的给他看。上帝说拿起来吃，彼得说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上帝说拿起来吃，彼得说怎样？不可以。几次？3次。那是谁比较大那奇怪呢有时候我们就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思想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界定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彼得他在祷告当中领受异象，最后他顺服了，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奇妙的相遇，跟哥尼流。如果他没有顺服，就没有更多这些外邦人信主。一个军官，意大利营的军官，然后竟然在他的生命祷告，他在下午3点钟祷告的时候，上帝也同时给他一个异象，然后向他显明他要去约帕，然后请一个叫彼得的过来。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分享信息布道会，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来信主了。好，我们看到同样的祷告，同样的领受，上帝奇妙的带领，让彼得从约帕来到哥尼流的家中，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改变，新的宣教的态度。好，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目的要提醒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如何跟上帝建立美好的沟通？这个管道有没有畅通？第二个，我们要透过这样一个祷告，明白上帝的心意。原来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怎样沉沦所以耶稣才叫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要为他们施洗。要把这样的一个福分传出去。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传福音，就怎样？你们讲的也是圣经讲的，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上帝问我们：今天的那个会前读经提到什么？我们被拣选，然后要做什么？吃果子。
还是什么？结果子嘛，对不对？结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结过果子？好，这个是今天提醒我们的目的。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与上帝沟通的管道跟目的哦。牧师要问大家哦，你有没有祷告？你会不会祷告？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叫谁能够祷告？可以给我答案吗？谁可以祷告？啊？外面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祷告？但是有没有效？有没有效？他可以祷告，但有没有效？如果他心里面没有相信耶稣，有没有效？没有效了。所以我们来看谁能够祷告。第一个，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得他的喜悦嘛哦。所以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得着赏赐，你必须要第一个基本的就是要相信有什么？有神。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主啊？这个很重要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祷告没有效。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后的祷告是靠谁来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嘛。那既然你不相信耶稣，你为什么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就好像斯基瓦他的儿子，那个祭司儿子，看到保罗，他奉耶稣的名在祷告行神迹奇事啊，所以我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哦，结果祷告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没有效，不仅没有效，而且被那个邪灵所怎样攻击作弄，有没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你不要乱用的哦。但是第一个，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祷告，一句两句都可以。第二个，凡倚靠耶稣的权柄来到上帝面前的，你就可以祷告，因为你是靠着耶稣给你的权柄哦。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怎样成就。所以这个权柄是因为你第一个相信他，然后第二个要倚靠。如果你相信没有倚靠，这个祷告也没有什么力量。耶稣是到天父那边唯一的道路嘛，他是我们的管道。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属灵生命最后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的祷告也要靠着耶稣到父那里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什么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什么？上帝的怜悯啊，上帝的恩典啊，上帝一切的赐福嘛。好，所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们要怎样？就靠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应许我们怎样？奉他们祈求，他就必成就。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讲你靠他，你挖克一哈，你倚靠他的权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如果没有相信，没有倚靠，你就不能够成就。所以为什么不能够成就？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到底我们祷告为什么不蒙应允，是什么原因？牧师，我都有去做礼拜啊，我也有奉献啊，只差没有11而已啊。但是最主要是不是看你这个外表，而是看你内在，你有真的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有没有胜过死亡的权势？第三个是守节心清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礼拜牧师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蒙应允，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最重要关键就是要饶恕。在心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诡诈罪恶？是不是有很清洁的来到神的面前？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守节清心的人，因为隐藏的罪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说，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阻碍拦阻我们？我们一起来，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还有这一些的过犯、亏欠、苦毒、怨恨，在拦阻我们的时候，我们祷告就不蒙应许，主根本不听的啦，是达不到。我们都有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对不对？最早是用那个手摇的，有没有？电话摇摇，有谁用过的？都不敢承认吗？牧师小时候都有用过牧师都敢承认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用过这个是表示年纪很大了慢慢的用智慧型的手机，用一般的电话到智慧型的手机，对不对？我们看到你打那个号码你要打给你儿子0988多少多少这样打下去，你电话拿起来说，你会先问说你是谁吗？会不会？如果你知道这个电话是你儿子的号码，你会不会先会不会先问？你是我的儿子吗？不会吧？我要打0229390007义圣长老我就知道他嘛，对不对？我就知道说，透过这个号码，我可以跟谁谈话。祷告也是一样，如果你跟上帝的线路很通畅，你的祷告0800091200是吧？中医诊所的不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奉主的名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你就知道说你在跟天父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沟通，这样的对话，是不是？但是如果当中你有没有常有这样的经验？你一拨的电话，现在通话中或者是不通请留言，有没有？有这样的不通为什么？可能是占线了。不通的话，可能是因为线路有问题了。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线路不通的问题？没有吗？有时候会有好，第4个，愿意饶恕人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没有饶恕，就没有应许；不肯饶恕，就妨害到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是不通那个线路不通一样，得不到上帝的应许。好，第5个是有信心的人。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怎样信，就必得着。所以信心很重要的你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没有信心，耶稣说不要从他那边得着什么嘛，所以不要怀疑。信心如果有一些的怀疑，就好像海浪一样，这样翻腾就不能够得着什么。所以谁能祷告这几个信心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看到信心的祷告可以得着上帝的回应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8章13节有一个罗马的军官他百夫长，他来找耶稣，他说：“耶稣我的仆人生病了，可不可以请你来医治他？”耶稣二话不说，好，我跟你去。他说：“不用不用，耶稣你只讲一句话就好了，你只讲话开口就好了。”哇！耶稣看到他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巴不得说：“好啊，耶稣你赶快跟我来，然后按手为他祷告。”但是这个军官说：“你不用，你开口就好，就好像他做一个军官一样，他一开口说立正你们就立正，对不对？扫气就扫气他一样存在这样的信心，说耶稣你讲话就可以了，你话是带有权柄的。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候，当耶稣讲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怎样得医治了就好了。所
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我们来想，为何要祷告？我们该如何祷告？第一个是为了要跟上帝什么有来往、有沟通。我们常常都是有沟没有通，为什么？为什么？来到上帝面前，只有这样求哦。阿爸天父，我需要一台面乳啦哈，或是我需要什么啊？讲完靠耶稣的名，阿门就跑了。上帝要先跟我们讲说啊，你还没有满18岁啦，还没有驾照，不可以啊。可能上帝要回应我们，我们就跑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还没有回应你就跑了，你没有像静默想默祷的时候，所以牧师教我们单独会主，就是要帮助我们读完圣经之后，你怎么去默想神的话？透过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可能会透过这样祷告，有意象，有这样的一个话语进入到我们灵里面。好，所以为了要跟上帝有来往、有沟通，你知道吗？上帝爱的是什么？上帝不爱的是什么？一起来念来：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正直，为他所喜悦。神要的跟神不要的是什么？恶人献祭，上帝不要；正直人，我们是恶人吗？我们是正直人吗？恶人的生命是怎样？正直人的生命是怎样？圣经都有告诉我们。所以借着真理来成长之后，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思想说：主啊，如果有罪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被遮蔽了，你是不听的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明白，慢慢的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在沟通主啊，求你怎样？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爱，凭着你的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们就会开始来跟上帝沟通哎呀，爸爸，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好，不是只有伸手要500，只有伸手要1000而已，而是小跑一下爸爸，你今天很帅妈妈，你今天很美丽然后你知道在讲这些话背后就有一些的目的了要跟你要什么这样但是其实上帝很喜欢我们跟他亲近，然后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往来沟通好，第二个，为了要荣耀上帝，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怎样成就，叫父因儿子怎样得荣耀。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的时候，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如果可以怎样经历了，他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就在这边。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很棒透过这样的关怀服事，透过祷告服事，我们就看到人的德性被建立了。所以在罗马书15章1到3节里面提到，我们对邻舍的使命，使人得益处、得喜悦，才能够建立他们的德性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透过这样一个帮助，我们今天在属灵家长的训练里面就会提到说，如何为这一些世上的人群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是如何跟他在谈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来祝福、来祷告了。当你为他祝福祷告，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经历了上帝的医治、平安，或者是赐福，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你们的耶稣真的很棒然后就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好，第三个是我们看到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他独自在祷告接下来就是他走在海面上嘛我们看到耶稣他独自在祷告，他一人在那边在祷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学习耶稣的样式第四个是为了要遵行什么？上帝的命令，一起来念来。为了遵行上帝的命令，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从
16节到18节，还记得这一段吗？要常常怎样？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后面一句很重要，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就是一个提醒，你们应该要这样做。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你要那走哦，你要这样去做哈。其中一个就是不住的祷告。所以为什么要祷告？这是一个命令，一个提醒哈。最后一个，我们来看说，为了让我们灵命能够成长哈，路加福音6章28节，一起来念来。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做得到吗？他伤害你，他霸凌你，他对你不好，你可以为他祝福祷告。牧师，我做不下去了，我心里面真的做不来了。弟兄姐妹，我昨天在周6的礼拜对这些年轻人讲，如果他对你不好，霸凌你，你一直心里怨恨他，骂他，其实他会变本加厉，你知道吗？因为在他身上这些黑暗的权势就会继续。如果你祝福他，为他祷告，主啊，因为他不认识你，所以他会霸凌我们，他会伤害我们。所以你祝福他，奉主名来捆绑在他身上一些的黑暗的权势离开他，释放他身心灵要得自由吧。当他改变了，他会不会再继续再欺负你？不会。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祷告是对我们自己有利，你知道吗？耶稣说，只要祝福，不要怎样咒诅。上帝也吩咐亚伯拉罕，对不对？谁祝福你，我就怎样赐福他；谁咒诅你，我就怎样咒诅他，我就对付他。上帝要我们做的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是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这边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灵命越来越成长。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表示你的属灵生命一直在成长。好，过来我们该如何祷告？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常常我们说，牧师我要怎么祷告？有很多的方法，这边只是牧师提出一个比较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方式我们知道 ACTS 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吗？使徒行传玉荣姐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其实在英文使徒行传的英文的你翻开那个，如果在查那个索引的时候，叫 ACTS 就是在指使徒行传。在我们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其实很多这样使徒的生命，特别有很多的祷告跟圣灵有关。好，第一个 A 是什么 ？Adoration 是什么？颂赞，就是赞美上帝敬拜上帝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赞美敬拜主啊，你是怎样的神？你在你的生命当中遇见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他是来说说看你们在你们的祷告过程当中，你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全能的，还有呢，医治的。慈爱的、公义的、怜悯的，还有信实的。上帝有很多的属性，对不对？所以你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经历过，可能上帝是行公义的，恶有恶报，对不对？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怎样，未到而已所以我们让上帝自己来怎么伸冤，对，他是公义的，他是伸冤的所以我们透过说感谢他的属性嘛，他是慈爱良善的，他是平安的，他是怎样保守看顾我们的为了他的作为，我们来赞美他。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开口来赞美他。你早上起来，你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赞美祷告？谢谢耶稣，还是我一口生命的气息，是吧？
最近我的好朋友啊，那个天恩出版社的社长啊，丁社长啊，突然就心肌梗塞，牧师在礼拜5去参加他的火化跟告别，火化跟入殓火化礼拜在上个月才在训练当中一起在讨论一些的事工而已所以我们要为了早上起来。哇！你可以吸一口生命的气息，你要为这样来感谢主啊，阿们吗？有一些人呼吸要透过什么？氧气，透过插管才能够呼吸。上帝都没有给人收钱呢。如果没有健保，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到医院氧气光氧气的费用就要多少啊？一天住院的氧气的费用，我们都没有算过所以赶快多吸几口气，哇，每天都是赚了，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你要为这样来感谢，不要为说很多事情我才感谢为这个可以饭可以从我们的口咀嚼，然后吃下去，要来感谢，要不要？要啊！我们世荣兄在急诊室的时候，医生来说要不要插管鼻胃管就是要从鼻子灌进去那鼻子灌进去就食不怎样滋味我们吃的东西还有香味有什么，我还可以这样品尝对。但是当不得已的时候，你从鼻子灌进去从其他地方灌进去根本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为这样来祝福、来感谢、来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看要认罪confession 就是认罪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上帝的圣洁有所回应诚实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亏欠的？我们常常在主祷文说赦免我们的债嘛下面我的辜负，亲像我要下面辜负我的人。上次牧师有提到说，这个辜负另外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都还给牧师了得罪，赦免我们得罪，如同我们有赦免得罪我们的人，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回应他认罪为何认罪那么重要？在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会把我们跟神之间的管道把它怎样洗净了，通畅了。好，所以我们就能够怎样向上帝来领受所以 Thanksgiving 是感恩这个第3个 T 那我们为着上帝他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做过的，已经成就了，或者是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做，还没有应许的，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周5的祷告会，我们50-60位弟兄姐妹一起在祷告，我们为了已做的我们为了未做的，我们都来祈祷感谢主他为这个国家城市，为我们教会，为我们个人，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会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在逆境我们都要怎样来感谢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到底让我们面临这些苦难有什么意思？约瑟他原本不明白，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我的亲兄弟会出卖我？你有没有被你的亲人出卖过、伤害过？我想多多少少都有那约瑟他不明白，但是到最后他当上埃及宰相的时候，他才明白说，原来在这个苦难过程当中，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所以你去体会最后一个是 supplication 就是祈求，就是
祈求上帝帮助，不只是向外邦人在讲的时候，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哦，而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别人，我们来代求，为他的需要。好，弟兄姐妹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我们特别最后透过彼得跟哥尼流，他们在他们的祷告中领受的一个新的意象，还有新的方向。当你在寻求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上帝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要向左，要向右。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要往左，圣灵就告诉他不可以，要往右，要往其他的地方去。结果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这里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在这样的一个祷告过程当中，跟上帝好像在拔河啊，不可以，不可以。上帝说可以。他说不可以，但是后来他顺服了，领受这样的意象之后，原来他到这样的一个哥尼流的家中，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的家族还有很多，我相信他的部下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来相信耶稣，所以当他们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很多人就受洗了。所以让他感受到说，原来上帝透过这个意象要告诉他，这个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要不要感谢彼得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福音才可以到外邦嘛。什么叫外邦？我们是不是属于外邦人？我们是属于外邦人哎。所以我们要感谢彼得啊，他顺服啊。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顺服？顺服就蒙福。阿们吗？所以我们顺服，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蒙福了。神的要使用你，当你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福音就透过你成为一个施恩施福的管道。所以他明白说，原来上帝不偏待任何一个民族，他要将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每一个民族。所以当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就被引导了。等一下有人要来找你啊，你就要跟他去啊，你不要说不真的哥尼流所派的人就到了同日一天又出发到哥尼流家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奇妙事就发生了。所以他改变了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让宣教的方式就改变了。好，我们看到分享就这样的福音就出去了。如果没有他们这样顺服，福音就不能够到欧洲，不能够到其他的地方。保罗因为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就进入到欧洲。哥尼流因为顺服，就让这样的一个差派的人员到约帕去请彼得来。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领受，然后他们顺服，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同得救恩的喜乐。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彼得布道会完，为他们祝福祷告，圣灵就降下，然后其中有人就领受了圣灵的同在，感动，接受耶稣，所以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所以保罗彼得他知道说，原本给犹太人的恩典，如今竟然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还有一些未信主，我们恳求圣灵感动让保罗或者是彼得他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救恩，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弟兄姐妹的关怀，透过你成为一个属灵家长，设定对象，带导，建立关系。带领他做决志，然后继续栽培他的生命与神、与人与教会、与他的亲友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好，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第一个，不住的祷告学习，我们一起来念来，不住的祷告学习与主相契。第二个我们以信心来祷告呼求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祈求主真的是用信心来祷告来呼求，
所以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怎样领受从天上来的意象；透过祷告，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祷告，因为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透过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讨神喜悦，有哪些不讨神喜悦。求你自己按照你的心意，让我们行出你所爱。谢谢主，我们一起来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长，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渐渐长大成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见彼得如果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看见外邦人很多不能得救。神，你有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也被更新。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